如果你心入邊冇一個人令你需要忌憚嘅話，爸爸又好，媽媽又好，阿爺又好，阿公又好，你係冇可能活出自己嘅力量。嗱，好冒犯講句吓，你係冇歸屬，即係冇根，你頂唔到嗰個位，彈唔到起啊，支持唔到你啊。好葉啊，我哋係人嚟噶，有血有肉有人性，你嘅本質唔係淨係得靈性嘅，我哋嘅本質仲有人性，而人性嘅本質就係懶惰。修行就係生命入邊冇生命，唔係修行。呢個人佢嘅特質呢個喚醒緊你嘅內在力量啊，然後你會開始修正自己嘅言行舉止行動。孫悟空見到唐三藏就係見到入邊嗰種慈悲同埋智慧，係孫悟空內心想要，而且佢有想去發展出嚟嘅一個本質啊。諗一諗呢個人啊，佢有啲乜嘢特質？佢有氣勢嘛？氣場強大、尊重、有影響力，佢好有辦事能力、智慧、好多錢、德高望重。你需要記住呢啲事情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好靚嘅投射，即係話緊俾你聽，你渴望成為同佢一樣咁有力量嘅人。我哋人最努力嘅係佢自己成為自己嘛。頭先我講到你好忌憚嗰個人，佢帶俾你一啲乜嘢嘅期盼同埋投射，然後通常你都會抗拒噶啦，你抗拒緊最真實嘅本我，願意成為呢一個最真實同埋最有力量嘅自己。